남아 먼저 넘어지게 되면 정말 세팅이 되다. 아, 야더네. 다시 봐 남아 먼저 넘어지게 되면 정말 되나? 남겨서 진이 때문에 주도 되는 거 지대 되면 정말. 아, 되네. 아무 손에 다 되는 거 지대 되면 정말 되나? 아, 다야 되는 인구는 시고 와도 인구 지대는 소체. 아, 이제 담보 수수 맞는데 아니면 인구 지대는 저들 기부 중 동에 남겨서 말로 좋아. 기부 친구다. 아, 나는 남겨서 말로 좋아. 기부 진짜 동에 남겨서 말로 좋아. 기부 근데 집에 남겨서 말로 좋아 전에다.所以原本呢，你把当我你把的，当我你把的年的，当我年的送生的，那起码的你基本基本上就是个老中华是，他基本基本上就是个老中华的了，呀的呢都，给这你如果的呢，给这你如果身体可能朋友的当前边单把当前就觉得身体边从电呢，接把了老主要为营造，他电呢你把的呢身体呢。아, 나는 이 말이다. 이 말에는 생기 되네. 생기 주디 말이다. 자주주의 생기 외출. 아, 내가는 자주주의 생기 외출되라 하는 생종왕 뭐다. 생이 차화 종주스 저는요. 대행사들은 생기 종화되다. 생종왕 뭐다 말이야. 아, 내가는 준비만 가지고는 로종화. 나중에 냠지고는 로종화. 예외 나네다. 나중에 냠지고는 로종화. 아, 다听吧，大今年这个呢，老种出去，对吧？都，啊，对对，他上去的啊，他妈现在的可能写好车，他现在的写的章，他就会成为那个老种啊，掉了30年了吧？30年是3万多，他得看多点吧？这些就会成为那个老种，30钱呢？今天我们英文的说法就是一切佛法。观要无不具足的道次第。那至于科判呢，就是因为我们常常都有在讲，所以呢，就是我们不再做详细的讲这个科判了。那我们在该轮到的这个科判呢，是以及讲的是一个以上师道次第修心之法这个部分。他带来的呢，他好像呢，给我去不了，去不的呢，通过去不了，你都不了就完结了。给这一如果身体困难点吧，远远的接把的长久处的身体为主，给你接把的路是送了吧，送给哪里？好呀，他等到些的，你长久处的身体为主的。好，与上师道次第修心至内部科判分为3个科判。第一个呢是显示出大乘门为4发心即起利益。第二，发菩提心之理，这3即发以学习之理，分为这3个。那这个3个当中，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部分呢，是属于是第2个部分。第2个部分呢，是由分为2个科判，证明修菩提心次第，以及以仪轨手持发心这2个部分。那你提前就如果身体他说，讲究出的身体为主是。他点了生接触点了，讲究出的生接触点了生计划一张，生计划没点个一张，他点了的呢，生种出点了，那有的妈妈对你过呢，讲究老是种出的，大家研究过呢，讲究老种的也要多啊。好，所以呢，在这个证明修菩提心次第，这个内部又分为2个科判。第一个呢是有期之因果之门修心法，以及说自他相换之门修心法，分为这2个。它讲究是种出的，就是证明修菩提心的次第，这内部分为这2个科判。对，对，他有的人嘛，对就可能讲究老种出的送什么钱？那有期因果之门修心法呢，是之前已经讲完毕。从谁就讲呢？他讲究生给他不了。对，透析的时候，对，他们。好，知门修心法，修心法讲的是说，为了升起菩提心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意思。有的人嘛，对上了当年，你讲究有了解脱的透析经，大人研究光年，你讲究有了解脱的透析经，老重要的经，重要。所以呢，经由其因果的方法来修持升起菩提心。以及说经由自他相换的方法来修持升起菩提心，分为这2种。
다 되는 네 다 님바 되네 다시 님지 요거네 되네 자주 요로 종주 로 종주 되라 다 섭진 아도啊好，所以呢，就是有自他相换之门修心法，这内部也有分5个科判。我的大型两把是落种子的大型两把让真正的跟我同样的上班，先真正的原来我同样的上班，但是结尾上班我带来的呢，东南公主是我也为影响，看上了就的呢，你把这上班当要，你把这了你写的我打。我也不能，我多，好，那这个里面的第5是哪5个科判呢？是第一是自他平等，修持自他平等。那第2呢是有众多门思维我爱指的过患。那第3有众多门思维他爱指的利益。第4正修自他相换。第5是依此修取实法，分为这5个。平常大心结尾上班的上不当了，大心两把的讲不多啊，所以呢，要修持自他相换之前，首先需要修持自他是平等。大心两把落的要我去来说呢，这个大心结尾上班的嘛。所以呢，首先修好了自他相换，修好了之后，修的不错的时候，再来把那个修的方法与心思转移到修持自他相换。他大心结上班，他开始写的大心结的上班目的电用的，也完了，他大心结完噻，你大的心你结过嘛一般，大的上班的心的上班你我的结过多也嘛一般，是吧？好，自他相换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讲的说自己与他人交换呢，或者是相换呢？也不是这个意思。那自己的想法跟他人的想法是不是要相换呢？也不是。大心结的上班谁对讲呢？让人的什么，虽然的什么的，什么和这个我的结果多呀，这个叫的。好，自他相换指的是意思说。自己与自己的想法前后相换。大家把这那个什么的，我给讲这个懂得是影响，带来什么的，我的什么我就讲的，怕有的，他当到什么的压度当下的了，担心就要上巴士。好，从50以来到现在，都是为自己而着想，所以呢。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思路是完全的错误。之所以呢，把过去的这样的想法的错误把它换掉、丢弃，而且呢，都是以他人着想这个方式，以及思想呢要改进改善。所以呢，以这样的思想方法就叫做自他相换。没错，他德行就是什么事的，如此话差什么嘛？自他相换这个的意思以及意义，大致上有没有明白呢？他告诉那他乱讲呀，他不对，我讲不对。如果说已经明白之后呢，是剩下来的就是要实际的去修持心。讲起来的各度的呀，那你看书的叫我叫图呀，叫我叫什么叫老讲过的那个看书的让你填图了去，那对我是哪来的大图了去，对吧？这个是要的。好，是所谓的修持自他相换呢，是一个当下，把那样的思维能够想起，以及说。把实际的实修上面能够运用到，这个叫做实际的去